接下来第八节目是合唱，那是合唱。这个合唱是由严宜通先生带领，伊的内底有一个赖品珍，赖品珍已经很能干的一个女孩子，伊拢真做的片，她顶下要唱的第3甲第4拢伊的作品。本来有一个吴珊珊，伊是咱卡拉 OK 比赛冠军，因为伊拄好重感冒，所以袂得来，道歉。接下来有卢随人、唐雅丽，这是严宜通先生带领，而且有阵啊，像严太太、陈琼英，来给来钢琴伴奏，还有赖品珍。现在就由严宜通先生他们的合唱团出场，谢谢。下一首歌的奶锤是他自己的作品 ，OK， 那他就自己弹，自己唱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呢，我们临时能够加什么声音，我们就加进去，请。拄好提到讲吴珊珊小姐伊感冒袂当来，其实阮这内面4个有3个中奖啦我嘛是其中一个，所以唱无好的所在，请多多包涵。那来坐，希望大家会当对阮唱，来坐哦。来坐哦，敬你一杯乌龙茶。来坐哦，来坐哦，来坐哦，送你一蕊油桐花。你若要送女朋友，你会使改做玫瑰花，改做梦儿花，还是改做银仔花拢无要紧。好，再来要唱的这条歌叫做《来坐》。来到陪，阮这是真较伤所在，无去无想无怪，上天可写伫咱的世界，准备会当家己来安排，来坐哦，来坐哦，来坐哦，好良地，来坐哦，来坐哦。来坐哦。